近日，一場備受矚目的豪門婚禮喺雲南麗江玉龍雪山腳下盛大舉行，主角正正就係霍啟仁同佢嘅泰國華裔妻子 Nam Phong。玉龍雪山呢座納西族嘅神山，以佢聖潔巍峨嘅姿態見證住呢對新人手拖手步入婚姻殿堂嘅神聖時刻。現場佈置得美輪美奐，鮮花簇擁，雪白嘅紗幔隨風輕舞，同遠處白茫茫嘅雪山相互映襯，營造出一種好似夢幻咁嘅氛圍。親朋好友們從四面八方趕嚟，一齊為呢對新人送上最真摯嘅祝福，歡聲笑語回蕩喺呢片充滿愛意嘅土地上。婚禮現場，霍家重要成員都紛紛現身，霍震霆、朱玲玲、霍啟剛等人嚟到，唔使講都為呢場婚禮增添咗好多光彩。霍震霆著咗一身筆挺嘅西裝，精神矍鑠，面上洋溢住欣慰嘅笑容。佢踏住穩健嘅步伐走入婚禮現場，眼神入面滿係對仔仔霍啟仁嘅祝福同期許。朱玲玲就著咗一襲優雅嘅旗袍，盡顯東方女性嘅溫婉同端莊。佢親切咁同周圍嘅人打招呼，舉手投足之間都散發住高貴嘅氣質。霍啟剛都帶住家人一齊嚟，佢著住休閒裝，笑容滿面，不時同身旁嘅人傾偈，現場氣氛十分融洽。霍啟仁同 Nam Phong 嘅愛情故事就好似一部浪漫嘅偶像劇，充滿住甜蜜同溫馨。佢哋至於2019年嗰次係喺一次偶然嘅社交活動入面，命運嘅齒輪悄悄咁轉動，令到呢兩個嚟自唔同國度、唔同文化背景嘅人相遇咗。初次見面，佢哋就被彼此身上獨特嘅氣質吸引住。霍啟仁被 Nam Phong 嘅溫柔善良同活潑開朗打動咗，而 Nam Phong 就對霍啟仁嘅紳士風度同幽默風趣印象深刻。鬆果以後，佢哋嘅聯繫日益頻繁，感情都喺一次又一次嘅相處入面慢慢升溫。喺自咗相戀嘅5年時間入面，佢哋一齊行過好多美好嘅地方，留下咗無數珍貴嘅回憶。佢哋曾經喺巴黎嘅街頭漫步，感受住浪漫嘅藝術氣息，亦都曾經喺泰國嘅海灘上曬太陽，享受住悠閒嘅度假時光。仲曾經喺倫敦嘅博物館入面探索歷史嘅奧秘，一齊領略住唔同文化嘅魅力。每一個瞬間都見證住佢哋愛情嘅成長同深化。2024年5月，對於霍啟仁同 Nam Phong 嚟講，係一個意義非凡嘅月份。喺呢個充滿愛意嘅季節入面，霍啟仁精心策劃咗一場浪漫到極嘅求婚儀式。佢揀咗杭州西湖做求婚嘅地點。西湖呢座承載住千年愛情傳說嘅地方，唔使講都為呢場求婚增添咗好多浪漫色彩。5月23號，霍啟仁喺社交平台發布動態，官宣求婚成功。呢個消息一瞬間就引起咗廣大網友嘅關注。從佢發布嘅相入面可以睇到，求婚嗰日，霍啟仁著咗一身筆挺嘅西裝，顯得好夠型格帥氣。佢精心揀咗一艘古色古香嘅小船，帶住 Nam Phong 慢慢駛向湖中心。當小船停喺湖中央，周圍係波光粼粼嘅湖水同隨風搖曳嘅垂柳，景色美到唔得。呢個時候，霍啟仁深情咁望住 Nam Phong，眼神入面充滿住愛意同堅定。佢慢慢咁禪膝跪地，鬆口袋入面掏出一枚精心準備嘅戒指。呢枚戒指閃耀住璀璨嘅光芒，象徵住佢哋永恆嘅愛情。佢輕輕咁握住 Nam Phong 嘅手，聲音溫柔而真摯咁講：Nam Phong，喺呢個美麗嘅西湖畔，我想同你講，我愛你。從我哋自嗰一刻起，我就知你係我輩子要揾嘅人。你願唔願意嫁俾我，陪我行過未來嘅每一個春夏秋冬啊？ Nam Phong 被呢個突如其來嘅求婚驚喜到熱淚盈眶，佢激動咁點頭，聲音顫抖咁講：我願意。跟住，霍啟仁小心翼翼咁為佢戴上戒指，兩人緊緊相擁，甜蜜溫馨嘅畫面令到在場嘅所有人都為之動容。5月24號，霍啟仁求婚成功嘅消息就好似長咗翅膀咁，迅速衝上咗熱搜。網友們紛紛喺社交平台上面留言，送上咗最真摯嘅祝福。有嘅網友講：呢對新人好夾啊，一定要幸福啊！仲有嘅網友講：
霍啟仁嘅求婚好浪漫啊，羨慕嫉到恨。一時間，網絡上面充滿咗對呢對新人嘅祝福同讚美之聲。就喺大家仲沉浸喺霍啟仁求婚成功嘅喜悅入面嘅時候，6月20號，霍震霆出席活動嗰陣主動透露咗一個重磅消息：36歲嘅霍啟仁已經秘密結婚。呢個消息再次引起咗一陣轟動，大家紛紛對呢對新人嘅低調行事表示驚訝同祝福。喺活動現場，霍震霆笑容滿面，心情格外舒暢。佢公開喊話泰國新抱 Namfon 昵稱南鳳，歡迎加入霍家大家庭。從佢嘅笑容同話語入面，唔難睇出佢對呢位新抱嘅滿意同喜愛。當被記者問到會唔會催生嗰陣，霍震霆笑住擺擺手講：呢啲唔係我管得嚟嘅啦。細路仔有自己嘅想法同生活，佢哋想幾時要小朋友就幾時要，我哋做長輩嘅只要尊重佢哋嘅選擇就得啦。佢嘅呢番話唔單止展現咗佢開明嘅態度，亦都令到大家感受到霍家對新人生活嘅尊重同支持。講起霍震霆，佢可係香港赫赫有名嘅人物。1946年2月14號，佢出生喺中國香港，祖籍廣東番禺。佢自細接受良好嘅教育，畢業於美國南加州大學，擁有卓越嘅學識同廣闊嘅視野。作為著名實業家霍英東嘅長子，佢肩負住家族嘅重任，憑藉住自己嘅智慧同努力，喺商業領域取得咗巨大嘅成功。如今，佢現任霍英東集團主席、霍英東基金會主席等重要職務。霍英東集團喺佢嘅帶領之下，不斷發展壯大，業務涉及房地產、體育、航運等多個領域，成為咗香港乃至全球知名嘅企業集團。同時，佢亦都積極投身於公益事業，透過霍英東基金會為社會做出咗好多貢獻，喺教育、醫療、體育等方面資助咗大量嘅項目，幫助咗好多需要幫助嘅人。喺中國香港體育界，霍震霆更加有着舉足輕重嘅地位。佢擔任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會長、奧理事會第一副主席、國際奧委會名譽委員、香港足球總會名譽會長等職務。佢致力於推動香港體育事業嘅發展，積極組織各類體育賽事，培養優秀嘅體育人才，為香港體育走向世界做出咗重要貢獻。喺佢嘅努力之下，香港嘅體育事業取得咗長足嘅進步，喺國際賽場上面亦都取得咗唔少優異嘅成績。霍震霆有3個仔仔，分別係霍啟剛、霍啟山、霍啟仁。呢3個仔仔都繼承咗父親嘅優秀基因，喺各自嘅領域都有着出色嘅表現。霍啟剛大家都唔陌生啦，佢同跳水皇后郭晶晶嘅愛情故事堪稱佳話。佢唔單止喺事業上面取得咗成功，仲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擔任咗多個社會職務，為香港嘅社會發展貢獻住自己嘅力量。霍啟山同樣喺商業領域有着唔俗嘅成績，佢憑藉住自己嘅才華同努力，喺家族企業入面嶄露頭角，成為咗霍家商業版圖入面重要嘅一員。而霍啟仁又名霍啟仁，1988年10月12號出生。佢畢業於英國倫敦大學經濟系，擁有紮實嘅專業知識同國際化嘅視野。作為朱玲玲同霍震霆嘅幼子，佢自細就備受家人嘅寵愛，但佢並冇因此而驕傲自滿，反而好努力上進。佢性格開朗，為人友善，喺社交場合入面總能同人相處融洽。2024年5月，佢曬照求婚成功，呢個消息令到大家都為佢感到高興。據網絡資料顯示，霍啟仁嘅女友 Namfon 係泰國人，1996年出生，之前係一名模特，佢擁有高挑嘅身材同甜美嘅外貌，喺模特界小有名氣。佢嘅家庭背景都好優越，屋企開公司，經濟實力雄厚。如今，霍啟仁同 Namfon 已經手拖手走入咗婚姻嘅殿堂，佢哋嘅愛情故事亦都迎來咗新嘅篇章。相信喺未來嘅日子入面，佢哋將會相互扶持，一齊面對生活中嘅挑戰，一齊創造屬於佢哋嘅幸福生活。而霍家呢個大家庭亦都會因為 Namfon 嘅加入而更加溫馨和睦。
我哋衷心地祝福呢對新人，願佢哋嘅愛情好似玉龍雪山上面嘅雪蓮咁純潔永恆，願佢哋嘅生活好似西湖嘅湖水咁波瀾不驚，幸福美滿。同時，亦都期待住霍家喺未來嘅日子入面能夠繼續書寫輝煌，為社會做出更多嘅貢獻。